說落來，我哋來看口語青年嘅散文朗讀部分。在開始朗讀散文之前，我哋就1分鐘嘅時間，是得做準備。我用選來進口版型散文朗讀青年咯。第一，我哋要先請出文章地圖嘅客家特徵詞。第二，要注意入鄉試合唇音，列到嘅發音要準確。第三，一隻試讀一個音，是唔得假試，也是唔得減試哦。題目要注意，題目從乜個試到讀乜個音，千萬是唔得設假去轉換做同義詞來讀。把握了幾個原則之後，相信一個散文朗讀聽出是得讀來就順就好。比如講例題，請注意看客家特徵詞。為到設計嘅空間，我兩路臨暗尤其18點站行路嘅習慣，順刷嚟看解看。當日行係會有一瞬無窮樣嘅光景，有一擺看到當人拿件入人機翕冇停，我就行過去逗鬧熱。原來係50條同反坡樹線北空做到，拄好係雕馬同雕工交班嘅時間，雕工喊緊衝，將來會死雕子時。但雕馬背出去作牆，50條雕馬吹起一夜愛上外分鐘，上班下半點鐘都還忙轉來。呢時節雕子會頭淡淡，嚟看解看，是像成日摸唔得，也愛夾夾轉來強樣，嘅用上是才很神奇。我哋到也頭昂昂見看雕子，心肝都緊悶。雕馬又順還唔轉，雕子會餓壞哦。我哋陪雕子頭叫叫，頭解等雕馬喊蟲撞來。就是解路過嘅阿伯笑我哋到，真係一千昂雕，頭解看雕子。以上帶大家讀解是係口語青年散文朗讀嘅題型，一隻試讀一個音，清清楚楚，同家聲、韻、調讀比熟悉來，相信大家絕對會拿到同好嘅成績。